行政议会今通过内政部的修正草案，村里长会加发年尾奖金1.5个月，大概是7万5。另外，每一位议员的这助理补助费总额也调悬，亲像6都的议员助理补助费对24万调悬到30万，不过这个钱呢，拢是要由地方政府来负担。 议员办公室塔满文件接真情的电话，准备这顺的法案，这是议员的助理逐工爱做的代志。但是薪水所20年无调起，即马行政院确定调升议员的助理费和为民服务费，对这议员是真赞成。行政院终于听见我们的声音，你不可能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当然，以这样子的幅度。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，至少不无小补。立法院助理的加班有加班费，6都的直辖市议员的助理加班呢没有加班费，这事实上是1国2制呢。所以我觉得这部分，既然这次修法之后一次把它修了。 根据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和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修正草案，各个议员的助理补助费总额上限，直辖市议员对逐个月24万调升到30万，县市议员对逐个月8万提悬到14万。另外嘛，修正聘用助理的人数，直辖市议员至少请7个，县市议员至少请3个。草案嘛，增订议会必须要建立内控机制，防范有诈领助理费的情形。增订了议会建立一个内控的机制，助理的。 这个相关费用啊，都必须要领取了这个清册，然后要由双方去签名，然后这些钱由议会直接就拨到这个助理的这个账户里面去。 修法嘛调整为民服务费，直辖市议员对2万调悬到4万，县市议员对9000调悬到2万，乡镇市民代表对3000调悬到5000。其中发放村里长的年终慰劳金7万5，初估当年会增加5亿8千万的费用，将近明年过年的时阵入效。 内政部所提的一个方案是最横平，然后经过审慎的一个评估，然后凝聚共识，不会有政治的一个考量，当然也不是为了个人。内政部处长吴永辉补充讲，财源是根据地方制度法，地方来负担，中央是补助少数财务状况较歹的县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